今年500萬嘅二手樓咧，你哋唔使買住啦，460萬起你就可以買到一個86方西南向嘅一手樓。新規之後嘅戶型對比舊規同等面積，多咗一個衛生間，更加低嘅價格，更加高嘅享受。2025年海珠區真係神仙打交嘅一年。就喺區域大學中附近嘅話咧，已經有3個新樓噶啦。前嗰幾日去影中建嗰個話，仲講緊要530萬起。今日呢度530萬係任揀啊，最平嗰啲460萬就已經有啦。由海珠灣 A、B、C、D、E 區組成嘅一個龐大社區，唔單止有成熟嘅生活氛圍，而且仲要官宣咗呢個省級嘅保育值書包。港島片區咧就唔使多介紹啦，除咗有已經開通嘅演港地鐵站之外咧，亦都有11號線嘅帝園地鐵站啦。附近咧亦都有成熟嘅餐飲配套，同埋嚟講嘅話咧，有文化公園啊、足球場呢啲咁樣嘅配置，可以滿足到唔同年齡段嘅人群嘅。喺避免超高層嘅困擾啦，4梯5戶嘅設計嘅話咧，亦都係大大降低咗等待嘅時間嘅。產品嘅更新迭代咧，呢個一定係大勢所趨嘅，大家都係想用更加低嘅價錢買到更加高嘅舒適感。今日呢一間嘅贈送面積嘅話咧，就超乎你想象啦，110%嘅受用率，由目前我所企嘅呢個位置，直至到我呢一度都係屬於入戶花園嘅佈件嚟嘅，送一半。冰箱後邊嘅呢個廚房位，再加埋鞋櫃位置咧，係花瓷佈件，係全贈送嘅。咁如果話想參考裝修設計嘅話咧，真係多啲過嚟睇一手樓。嗱，平時日用嘅一啲小型烤箱啊、空氣炸鍋啊、廚房儲物空間唔夠嘅話咧，真係可以咁樣設計嘅。U 型嘅呢一個廚房位置，唔單止可以容納到洗碗機同埋我哋蒸烤一體箱之餘嘅話咧，成間屋係可以做到4開間朝南嘅86方廳出陽台，4開間朝南呢啲咁嘅空間感，每日都可以享受呢個陽光嘅沐浴。嗱，令到空間嘅位置嘅話咧，俾到你噶啦。後期咧，根據翻自己嘅個人需求咧，可以改造翻一間房嘅。細房嘅位置嘅話咧，已經係可以容納到米半床噶啦，1.8米床嘅位置嘅話咧，亦都可以嚟到呢個位置，都係冇問題嘅。2個衛生間，乾濕分離嘅話咧，全部俾到你噶啦。而且呢間主人房啊，真係好離譜嘅，由呢一忽轉過嚟，轉過嚟，全部都係送俾你嘅。呢啲咁嘅產品，110%嘅使用率，86方，相當於依家市場上二手樓嘅110方、120方都唔止，460萬起。有興趣關注我團，帶你過嚟睇。